我媽咪啦，其實咧佢係經歷過咧制水個年代，咁佢成日都同我哋分享嘅細個，咁佢曾經分享話攞水咧好珍貴，4日嚟一次水，每次要排4個鐘頭，因為住天棚啊嘛，要攞咗好多法寶，要由地下排到翻上去，跟住再落去再排過，因為唔夠啊嘛。咁所以佢哋係好珍惜用水，所以自細咧都係叫我哋即係嘥水咧，佢成日鬧我哋嘅。咁所以我自己咧喺今年啦，特別係60週年嘅東涌供水工程嘅60週年嘛，咁我亦都係想藉住我個學習啦，或者透過我自己做一啲作品去回應翻我媽咪，係啦，即係佢話翻俾佢聽，嗱，我終於咧領悟到啦，終於咧體會到你哋前人嗰個艱辛啦，飲水思源咧一脈相連。咁我認為咧就係正好讓到佢哋能夠一步一腳印地咧可以了解到嗰個前人嘅努力啦，同埋我哋成日叫乜嘢叫血同胞之情，血濃於水嘅一個情況，咁讓到佢哋能夠了解咗之後，能夠更加第一珍惜用水啦，第二亦都珍惜咧國家同埋一啲前人去對我哋香港嘅關顧。咁另外亦都係希望佢哋未來啦能夠投身喺呢個行業，因為成日講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啊嘛，會唔會係佢哋都能夠承繼一啲前人嘅衣缽，能夠可以喺未來喺呢個行業裏邊咧去發揮得更加好？